我要吃你那块大的。哎呦，都一样大嘛！哪有你那块明明比较大？一样大，一样大。好了，你们两个在吵什么呢？彤彤姐姐，你看，头儿一直跟我抢那块比较大的蛋糕啦。哎，彤彤姐姐，干妹一直说我这一块比较大，一直要跟我抢哎。你那块明明比较大。哪有？好了，没关系。这两块蛋糕看起来的确有一点点的不一样，但是我们来比较看看就知道啦。看是哪一块蛋糕卡胎，哪一块蛋糕卡塞，还是其实他们两个평胎呢？彤彤姐姐，你刚刚说什么평胎，还有胎跟塞是什么意思啊？胎就是大，塞就是小。至于평胎，就是一样大的意思。让我们来比比看吧。你看哦，我们把两块蛋糕放得靠近一点，就可以看到它们的长度是一样的。也就是说，这两块蛋糕평胎。你看吧，我就说평胎。真的一样大耶！是啊，那我来帮你们切蛋糕好吗？胎大，塞小，평胎一样大。叮当，考考你哦，请问7和6哪一个数字胎，哪一个数字塞？很简单啊。7这个数字胎，6这个数字塞。很厉害哦。但是如果是7和7，或是6和6，它们就평胎，这样知道吗？胎大，塞小，평胎一样大。胎塞평胎，这样大家记住了吗？胎塞평胎，学会了，很棒哦！哈克乌拉拉，下次再见喽，张磊亮。